南市政府特别经19号要举办267次演唱会，邀请有名的歌手来唱歌。目前一口提门票超过2500张的数量，随行抢了了。这个每天有2-3万人以上的顾客来进出，那对地方的交通还有这个整个都市机能会不会造成冲击？其实这2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压力测试。大台南会展中心总共用20亿的经费，内部空间真宽。唔但当做各种展览和演出使用，嘛会使提供会议场地，而且配合高铁特定的优势，未来阁有真大的发挥空间。假如说我们办演唱会，那大概可以容纳5500人，还有一个功能大概就是开会的场所。大台南会展中心按算要伫4月21开幕，期待未来会当为台南带来全新的展演空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